地人在地前，这歌手邓丽君5月初8是伊过身的纪念日。台南市赤坎文化关怀协会举办音乐会，邀请学生来演奏着邓丽君的歌曲。邓丽君纪念音乐会邀请立仁、大港等5间学校学生少年团演奏邓丽君的经典歌曲。 邓丽君是一位传奇歌手，唱过真侪首让人怀念的老歌。5月7日是邓丽君过身的纪念日，所以讲特别办这场纪念的音乐会。小时故事很多歌曲大家都脍炙人口，长辈朋友一起来回味我们的儿时的回忆、年轻时的回忆。邓丽君。现场有过百个人享受一个美好怀念老歌的音乐会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